1995年1月17日，日本关西发生瑞士规模7.3的阪神大地震，是日本为关东大地震以来震央在都市地区上大的地震。午前8時40分現在，神戸市の因为发生伫透早地点，如果是人真济所在，伤亡惨重，造成6434人死亡，甲4万多人受伤。凌晨0点钟，台北地检署检察长吴英昭带着近10位的检察官进驻台北市刑警大队。接着，各分局的刑事组长突然接到了意外的召集命令，全部到这里开会。1997年1月17日，法务部甲警政署展开全国大扫窝，北中南各县市分局的刑事组长拢接到命令，发出真济搜索票。搜索地点，敢若伫台北市道100外个，而且呢，全国拢有动员所有刑警到所有乌道聚集的地点去搜索。